進化，想變化，出人頭地，那變化是一種知識，民主進化，那社會性的變化，進化論的內部是一種荒謬理論，知識水平，大革命，有了知識。十分美好，但是進化論，我們知道，似乎想改變，這都是現狀。進化論是一種變化，想出人頭地，想成功，但卻一竅不通，一步十行，一步十行，是進化論的開始。有兩個，似乎在進攻，那野心，叫做進化論，想變化。一步十行，
看是進化論。那變化使人緊張，瘋狂的進攻，迷亂的思想，是社會性的罪過，但卻有機會想生產良好的國家，要相信進化論。